太子，刚才姐姐所言，您可听明白了？有一些明白，却又不全明白。妾身以为，姐姐许是中了邪，不如太子殿下找个法师来宫中驱邪，兴许姐姐就能好了呢。记得，在《世说奇谈》上曾载有一事：南杭乔氏曾有一女，一夜而变，不识亲友，不认爹娘，言行举止更是不同以往。有术士称，此女人身未变，心却换了。娘娘，娘娘您去哪儿了呀？鬼门关。啊！唉，真想不到，在你们这儿活着，脑袋时时刻刻都被拴在脖子上。这次算是糊弄过去了，也不知道以后自己的命还在不在自己手上。此事臣妾也有所耳闻，世人皆传此女有克夫之名，当时唯有晋国公不信鬼神，迎娶此女为妻。但是不久，晋国公突然暴毙身亡了。妾身虽然希望姐姐能好起来，但是更担心殿下的安危啊。娘娘，您先别睡呀。这个呀是奴婢精心为您挑选的衣服，今天晚上。这小丫头片子又想勾引我，看来今天晚上我得给她个机会。你让我换，那我就换啊，这点牺牲算不了什么。宝贝儿，你拉我来这儿干什么呀？啊，娘娘，您在这耐心等着，人呀一会儿就到。人？什么人啊？娘娘，奴婢只能帮您到这儿了。哎，绿篱，绿篱，小丫头片子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穿成这样？成何体统？我怎么知道你会来啊？难道绿篱没有告诉你吗？我早就派人通知了你宫里，说我今晚要单独来见你。这个死丫头片子，害死我！没错，他是和我说过，只不过……怎么？你竟如此心急？看来你不仅忘了父母是何许人，把女德也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你以为我愿意啊？要不是我想跟绿篱……算了算了，跟你说这些你也听不懂。总之一句话，我对你没兴趣。不可理喻！速速把这身衣服给换了！太好了！年底就是归宁之日，你要在归宁之前熟背此书。
我认识他们，他们也不认识我呀。你母是一族范氏，可是书香门第。不好意思啊，实在是不记得了。你到底读没读过书？罢了罢了，我念你听着，记下便是。可还记得此人是谁？这位大妈看上去已经到了更年期，但是眉眼间似乎看出是个半老徐娘，风韵犹存嘛。你胡言乱语什么？这是昨天问过你的母亲大人范氏。Oh, sorry, I'm so sorry. 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有脸盲症。哎，齐老师，在你正式给我上课之前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说。是不是今晚不能让人睡觉了？你以为呢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父亲。这是你表哥。表哥？这简直就是老腊肉嘛！老腊肉？啊！你又胡言乱语些什么？